大家好，我係 Emily，歡迎你收睇英國生活快報。今日係2月12號，星期四，一齊去了解今日英國最值得你知道嘅幾件事同天氣。42%海外護士想走 ，NHS 危機一觸即發啦。工黨內亂升溫 ，Burnham 緊急撐施紀賢。兒童被演算法圍攻，有害廣告失控。8年利物浦街站大變天，倫敦地標重塑。英國硬件科技巨頭 Apple、Google 被迫讓步。英國長者數十億陷阱，英境臥底直搗柬埔寨。英國大部分地區嘅天氣以陰雨及潮濕為主，廣泛地區有唔同程度雨水，特別係西南、威爾士同英格蘭南部。氣象廳已經發出黃色天氣警告，警示持續嘅降雨同潛在嘅風雨影響。英國整體氣溫日間約5度至7度左右，北部局部可能更低，雨勢時有時冇，部分地區有機會轉為短暫陰天。夜晚最低氣溫約0度至2度左右，部分偏北或者高地可能濕冷。整體風力屬於微至和風級別，風速約10至18公里每小時。大部分沿海地區同開闊地帶可能有稍強風勢伴隨雨帶移動。整體嚟講，會係較濕冷嘅冬季天氣模式，多雲間中有雨，濕度較高。戶外活動記住要着防水夾克，留意路面濕滑。42%海外護士想走 ，NHS 危機一觸即發。英國最近一份大型調查揭示，護士同護理家庭可能面臨妻離子散嘅命運，不單止係個人危機，仲可能引爆國民醫療服務 NHS 前所未見嘅人手荒。依據英國衛報 The Guardian 最新報導整理，根據慈善機構 Praxis 進行嘅問卷調查，受訪嘅約1072名移民人士當中，多於約60%表示因為政府收緊移民政策，最擔心嘅就係會同妻兒分離。有2/3人更話，因為呢啲規定，佢哋喺英國嘅歸屬感大大下降。過半數嘅人更話，遷往英國嘅意願大減。施紀賢提出咗一系列收緊移民規則，當中包括將大部分工人由現時5年要等到10年先至可以申請永久居留，有啲低技術職位甚至要等到15年先有機會申請留英。目標係打擊非法移民同降低淨移民人數。但係對於已經喺 NHS 社會護理、教育等行業做緊嘢嘅人嚟講，衝擊非常大。受訪中有約1/3人喺醫療同社護行業工作，已經有超過30萬名兒童喺英國生活，而佢哋可能要等更耐先至可以定居。報告指出，多達5萬名護士可能會離開英國，令到 NHS 人手危機急劇惡化。其中一位受訪者講到，佢媽媽每日喊，因為佢哋嘅未來一夕之間好似被抽走一樣。護理界領袖指出，因為呢啲政策影響，可能有最多5萬名外籍護士會選擇離開英國，令 NHS 可能面臨史上最嚴重嘅人手短缺。如果真係咁，唔止護士家庭要拆散，連患者都可能因為人手不足而要忍更耐先見到醫生睇病。內政部發言人話：呢啲係50年嚟最大規模嘅合法移民制度改革，目的係要令移民制度更公平，鼓勵貢獻及融入社會。英國收緊移民規矩固然係政府嘅政策方向，但卻可能令家庭分離、護士離職潮、NHS 人手危機全面爆發，呢啲都係真實數據同真實心聲。工黨內亂升溫 ，Burnham 緊急撐施紀賢。工黨內部出現逼宮傳聞，曼徹斯特市長 Andy Burnham 罕有公開發聲，力挺首相施紀賢，試圖為黨內動盪降溫。呢個消息嚟自 The Guardian 最新報導。根據 Guardian 報導，隨住工黨內部對領導方向出現唔同聲音，外界一度猜測係咪有人準備挑戰施紀賢嘅領導地位。喺呢個敏感時刻 ，Andy Burnham 表態支持首相。Burnham 表示，而家唔係內鬥時候，而係集中處理國家問題嘅時刻。
佢強調咧，施紀賢咧喺經濟同公共服務改革方面咧，仍然擁有清晰嘅方向，並呼籲咧工黨團結一致嘅。報道指出，近期工黨支持率出現波動，加上政策爭議，引發外界對領導穩定性嘅關注。不過 Burnham 嘅公開支持被視為對首相嘅重要背書。Andy Burnham 本身喺工黨內具有一定影響力，亦都曾經參與黨魁選舉。分析認為，佢嘅立場像精工黨主流力量，暫時未有動搖施紀賢領導地位嘅意圖。工黨係咪真正面臨逼宮危機，定係只係政治傳聞？ Burnham 嘅公開表態，至少喺短期內為施紀賢穩住陣腳。兒童被演算法圍攻，有害廣告失控。英格蘭兒童正被網絡有害廣告全面包圍，多個公共健康團體向政府發出警告，指出未成年人每日都受到大量垃圾食品、電子煙等產品嘅網上廣告轟炸。根據《Guardian》報導，公共健康專家聯署致函政府部長，警告英格蘭兒童正透過社交媒體同埋影片平台接觸到大量高糖、高鹽食品同電子煙廣告。英格蘭兒童平均每日上網時間超過4個鐘，有研究顯示兒童喺網上短時間內就可能睇到多個垃圾食品廣告。健康團體表示，呢啲廣告會增加肥胖風險，並可能影響兒童心理健康。團體批評，雖然政府曾經承諾限制兒童接觸垃圾食品廣告，但數碼平台演算法仍然會鎖定未成年人作精準推送。政府早前表示會加強對兒童網絡安全嘅監管措施，但健康倡議者認為目前規管仍然不足，尤其是針對社交媒體及短視頻平台嘅數碼廣告。專家警告，如果唔加強監管，英格蘭兒童將持續暴露於有害產品廣告之下。科技平台同政府之間嘅監管角力可能會成為未來政策焦點。百年利物浦街站大變天，倫敦地標重塑。倫敦其中一個最繁忙火車站利物浦街站終於要大翻新，一項備受爭議嘅改建計劃正式獲得批准。根據 The Standard 報道啦，倫敦市政府已經批准利物浦街車站嘅重建方案。呢個計劃多年嚟引發爭議，支持者認為可以改善交通容量，但反對者擔心破壞歷史特色。利物浦街車站係倫敦最繁忙車站之一，每年接待超過8000萬名乘客。現有設施被指容量不足，尤其喺繁忙時間擁擠情況嚴重。重建計劃包括擴建車站大堂、改善無障礙設施、增加商業空間啦，都係提升整體交通流動效率。項目開發商表示，改建完成之後可以大幅提升旅客體驗，同時保留部分歷史結構。不過，文化保育團體批評改建計劃可能影響呢座歷史超過150年嘅建築風貌。有關方面認為商業化元素過多，會削弱原有建築價值。如果一切順利，工程將喺2026年後展開，具體施工時間仍然有待確認。利物浦街站未來幾年或者將迎來重大變化，究竟今次改建係城市升級，定係歷史地標被重新定義？倫敦市民意見仍然分歧。英國硬撼科技巨頭 Apple、Google 被迫讓步。英國正式出手規管科技巨頭 Apple 同 Google 已經同英國政府達成協議，承諾唔會喺英國市場歧視第三方應用程式。根據 Guardian 報導，呢項承諾屬於英國數碼市場監管框架嘅一部分。政府希望確保科技平台唔會利用自身優勢排擠其他應用程式開發商。英國競爭監管機構指出，大型科技平台喺應用商店搜尋排序同支付系統方面擁有龐大市場影響力。喺2025年正式啟動嘅新數碼市場監管制度之下，英國有權要求被指定為具戰略市場地位嘅企業遵守公平競爭規則。Apple 同 Google 承諾唔會喺搜尋結果或者推薦機制中偏袒自家應用，唔會對第三方應用設定唔公平條款，必須向監管機構提供透明資訊。如果違規，企業可能面臨巨額罰款。
英國嘅數碼市場法例旨在限制大型科技公司濫用市場優勢，保障創新企業同埋消費者權益。監管機構表示，呢項承諾象徵英國對科技市場公平競爭嘅重視。未來 Apple 同 Google 喺英國市場嘅營運方式將受到更嚴密監督。科技巨頭同政府之間嘅監管博弈，可能成為未來數碼經濟嘅重要焦點。英國長者數十億陷阱，英警臥底直搗柬埔寨。一宗涉及跨國電訊詐騙同警方臥底調查嘅重磅報導，英國警方同國際合作夥伴追蹤一個設於柬埔寨嘅大型詐騙中心，揭示詐騙集團點樣針對英國同全球長者進行電訊投資騙局。資料依據英國 Sky News 整理報導，Sky News 記者 Cordelia Lynch 以打工者身份臥底進入一間位於柬埔寨、西哈努克港、西貢等城市嘅詐騙中心，發現呢度有大規模電訊欺詐活動進行。手法係先建立所謂嘅感情信任關係，再誘導受害者投入假冒嘅加密貨幣投資帳戶，甚至教授員工點樣叫受害者設立數碼錢包，點樣退出損失等等技巧。內部牆上白板有完整詐騙流程指示，工作場所裝滿監控鏡頭同手機掛袋，員工作業期間甚至唔可以自行使用手機。中心工資制度亦都寫得好明確，最基本月薪係美元1000蚊，732英鎊。但若果要獎勵員工去呃更多錢，佢哋就要達到極高嘅虛假收益額先有獎賞。報道仲指出呢啲詐騙中心唔單止害人，背後牽涉人口販賣同強迫勞動，員工甚至被沒收護照同被逼留喺園區。特別係英國、亞洲同美國長者都係呢啲騙局嘅主要目標，佢哋可能喺冇懷疑下會被誘導投資，損失可能達數十億美元。按國際報告，成個行業規模至少達120億美元左右。Sky News 調查指出，柬埔寨當地政府近年開展大型打擊行動，包括喺2025年下半年突擊檢查超過100個詐騙園區，拘捕近5000名嫌疑人，同遣返逾4000非法外籍人士。但類似犯罪仍然係跨國挑戰。呢個案件提醒大家喺網上遇到高回報投資機會嘅時候要特別小心，尤其是唔明來源嘅電話或訊息，都可能係跨國詐騙集團嘅圈套。喺英國生活，每日都有好多事發生，邊啲先同你有關？新聞資訊太多，英國生活快報專為我哋香港人而設，每日精選英國重點資訊同天氣，廣東話配音，仲有粵語字幕。由超市優惠、交通、新聞到政策變動，我哋幫你精挑細選。我係 Chloe， 我係 Emily， 每日同你一齊掌握英國大小事。星期1至6，每朝7點準時出片。訂閱英國生活快報，用廣東話開始你嘅英國一日。好，以上就係今日嘅英國生活快報。如果你覺得呢類英國即日新聞、生活資訊對你有用，記得 Like、Subscribe 同埋開啟通知。我哋每日用最短時間陪你了解英國正在發生嘅事。我係 Emily，聽日英國生活快報再見。